南投县信义乡的望乡部落已经期待20年的婚村总算来实现了，正式号名号做卡里布安村。这村民是痛甲袂顾哩，欢喜来庆祝。透过传统的表演，卡里布安村的居民表达因对正式婚村的感谢和期待，让村民期待20年的婚村愿望真正实现。对自己的部落期许，就是更能够越来越这个进步了哈，不管在哪一方面哈。卡里布安村正式成立是信义乡第15个村，这是日本时期就有的诉求，嘛感谢县府各单位的协助。我们望乡卡里布安跟我们九美本就不同的一个社群，族群也不同，文化生活习惯也不一样。看到村办公室正式成立，嘛有真侪行政资源，嘛有卡里布安村的村民拢真期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